以下節目部分內容涉及成人情節及不當行為，敬請家長留意。阿 Ben，共創未來高一線，唔該諗多兩隻馬，都係要加埋揾。係啦咩高一電啊、天天電啊嗰啲。今朝吉利來人，晏晝嚟試筆啊！好後生，好英俊，但係佢喺季初成績咧相當好嘅噃。跟住落嚟，我哋提供嘅18馬膽俾大家參考。我哋揀咗第9場5號嘅吳誰與歸，只要走到2碟咧，應該都係有機會㗎嚇。咁啊，希望有4倍啦。如果熱過4倍咧，都要考慮下個直播率。我係隊毛，咩隊帽？抵你老母！鬥到嚟最後100米，前面太陽戰士仲係佔先，中間喜蓮芳芬追緊，響外邊仲有新力飛，中間卡卡大師接近終點嘅時候啦，新力飛外邊佔先，中間卡卡大師同埋喜蓮芳芬接近終點，第1名新力飛贏啊，第2名卡卡大師同埋喜蓮芳芬啊相當接近。即係吳誰與歸真係走3碟輸啦。我亦都唔敢講啊，因為群居密攏不能作準。佢比有比啊，唔怪得湯志傑㗎，輸咗都服啊，點會輸打贏要嘅啫，多餘。我頂你個肺！咁我就對有波啦。冇好煩咩？今日冇吹嘅。三寶正獎7658蚊，安慰獎3089蚊。你而家係咪慣咗俾人吹啊？係啊，唔吹唔舒服，唔答唔安樂。不可以自為皆因春袋與爛頭，只相信是那雞婆整蠱我報大仇。我屌閪又唔夠錢，仲打鳩個鳳姐，換來周身生花。